象徵主義計劃，一場關於真實嘅顛覆性探索。一連4講，挑戰你嘅觀感同埋思想。準備好進入呢個前衛嘅世界未呢？第3講 Part 1，象徵主義的哲思。試諗下一個紀錄片導演忽然之間拍咗一套好似《阿凡達》咁樣嘅奇幻巨作出嚟，呢一個就係1912年諾貝爾得主霍普特曼帶俾劇場界嘅震撼。佢曾經係劇場寫實主義嘅領袖，但係就喺《尋蹤》入面親手用最夢幻嘅創作方法打破咗寫實嘅慣性。劇場導演陳恒輝將會同大家一齊探討《尋蹤》點樣用抽象或者意象化嘅方式嚟呈現無常同埋命運呢啲主題呢。霍普特曼亦都用佢自己嘅行動證明咗舞台唔需要模仿生活，佢可以直接呈現夢境。第3講 Part 2，隱匿於平淡背後的象徵 Charlotte Wells 的 After Sun。李敬恒將會帶領我哋走入另一種夢幻，嗰個係俾 DV 雜訊包住，關於記憶同埋傷痛嘅象徵。喺一套睇落好似家居 DV 嘅影片入面，爸爸喺土耳其燦爛嘅陽光之下，用 DV 鏡頭捕捉嘅唔單止係假期，更加係面對個女嘅時候嗰種內心無法言喻嘅壓抑。家庭嘅傷痛喺邊一度嚟呢？點解愛總係如此艱難？等我哋一齊繼續喺象徵主義嘅夢境同埋記憶之中回響。